身心障碍者要找头路，若准无人协助，会较困难。为了要帮助身心障碍者，新德馆去年有成立身障职业重建中心，到达已经帮助135位身障者顺利找到头路。手提电子笔，把纸顶的字变成电脑用的档案。专心咧处理公文的是今年27岁的小莹，伊是目睭看袂清楚，嘛，互伊伫外口找头路，常常碰到困难。在面试的时候，会跟他们提到说眼睛这方面的问题，然后他们就想说，来试试看。可是就是试过之后，就发现，的确就是没有那么理想，就是没有达到他们要的。后来经过新德馆的身障职业重建中心的训练甲协助，小莹唔但顺利伫管府内底接头路，而且参同僚之间的感情嘛介好。就是登打公文，就是有各处室的公文。那他平常上班非常认真，也很有礼貌。有时候公文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他，我们想要协助他，他都说不用不用。他说他可以。身心障碍的好朋友大概从事的工作是比较基础的，那所以我们对他有所谓的行政文书的训练、餐饮训练，那甚至这1-2年还有做所谓的清洁打扫的一个职训课程，那希望他可以透过这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，培养自己的实力。新德馆身障职业重建中心去年成立，已经服务300外的身障者，嘛顺利替135人找到头路。小莹希望伊的例会当鼓励更较侪身障者愿意行出来。罗公主也表示，有需要的身心障碍者，拢会当去重建中心找帮助，甲自信找回来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